唔妥。係咧，你阿媽咧？哦，佢去咗6樓啊肥師奶度打牌，你揾佢啊？咁巧嘅，仲想話同佢商量下添。究竟咩事啫？計咗啊！你話俾大媽知，你而家有冇女仔行緊？冇，我邊有時間識女仔啫？問親你就話冇時間。如果你成世都忙嘅，咁咪成世都唔使結婚咯。咁呢啲嘢急都急唔完嘅。哦，咁又唔係啊！喺後生嘅時候着緊，到咗老嗰陣先着緊就遲噶啦。況且你阿爸阿媽同埋我幾十歲啦，我哋好恨飲新抱茶，好恨抱孫噶。咁都冇辦法噶，唔通隨街掹過咩？咁梗係唔係啦。啱咁啦，我介紹個俾你啊。家家快樂群聚新居中，不怕月黑風暴。和來同是親友歡，心望大家好。親切如同日都帶刺，歡笑幸福分享，要共老。家在屋村第24回，現在經已播放完畢。家在屋村第25回，李安霞監製，盧偉力編導，李德能編劇，並且由沈秀晶、姚秀玲、李德能、蔡雅閣、朱曼子、許盈英、譚翠蓮、溫泉、曾永強、謝允兒、車心梅等聯合播演，現在開始。心聲裏一片紅，小小知可喜接受，放着門路完成功。火光裏面迷